台北大场店除了卖真济南北货以外，伫较早日本时代时阵，也有真济剧院。这个所在也互人叫做是戏曲。伫咧4月底到5月初，大场店会举办戏春大场店活动，25场传统戏剧伫15间的楼厝内面表演，要互戏迷有无共款的体验。这几年来，这个戏业造成所有的经济非常的无好。 用布袋戏做开场，将老厝的天际转做表演舞台，找来比白南北馆布袋戏顶表演，要呈现日本时代大场店娱乐文化的形成。第七届戏春大场店活动咧要起稿，主办单位表示，过去这是台北的商业中心，所以有真济剧场、厉害艺术组织。过去大场店就是一个戏曲。 为什么戏曲呢？因为大家会来到城隍庙或者是慈圣宫前面，没有等下看演出。台湾的布袋戏，比如讲有歌戏也好，唱歌念曲拢好，或者少年一代会知影讲咱较早农业社会，咱日常的生活娱乐主要是虾米款？ 4月底到5月初，戏春大场店活动有25场的传统戏剧，伫15间楼厝内底表演。由于各界拢咧烦恼文化的流失，少年艺术表示，只要有演出的机会，文化就有传承的希望。伊毋捌看过好看的布袋戏，第二是语言的关系，第三是伤少演出的机会。 艺术表示，其实传统的建筑就是爱互表演文化有较接出现的机会。透过大场店楼厝的空间，无论结合酒吧还是册店，毋但是互戏迷有无共款的体验，嘛是互传统的文化找新的出路。记者陈立旭台北采访报道。